说能没有呗？没。啊，天下抖音呢，直播间咋个？对吧？抖音的提示中的多么多哎？我那节目直播间啊，妈的。让你说话了吗？给些昂久的呗。他看来你抖音嘛，你告诉你们，他说你说多啊，看来抖音3根点说起，这的怕要钱都说也多么多哎，收钱到看都6万点说起，6万光都没有点说叫的，人家利益是，看来这些抖音嘛多少年的，刚刚积累几多年，都在下去，这个下这个苦头马比他说，这个下刚刚3个3没有，拉，就是不儿子别想，谈不定哪路了。这当我那些不说嘛，俺们这样买1送3子去，超过数直播点点，我们把点赞几节。我打这都啊，张国兴的直播间个忙的钱子。那关键是电话的瓜。哦，到儿子那些我去白银师傅的那些，都学来的俺平时。提前家长，那就个，叫俺少个是不敌个家钱的钱的钱呢。啊，像我小家长多的嘛，那个骷髅怕要钱鸡蛋拧结子的钱。我那年没单的说，都谈主播都是某某的被批给给别说。那给不了装修的个点钱多的嘛，那个儿子都没学装修的那个，的个嘞，是路边没装修的，那某某的说多啊。哇！哎呦喂！本来他看的最难叫的，那么紧，你没比过哪家人家管理了多年的，他对点子多的，得给走学嘛，对吧？我说我那会儿直播效果，你们不要这个样子喷我呀！啊？对呀，你妈其实绿茶说的嘛，其实今年喷吧给些没给些，多么群多的嘛粉丝也主要没水。要今年不要这么喷我呀，绿茶说的呢。说的年大谁年说多，俺还跟他对起去，小年小。对，说谢谢等给拉没啥的，可最多的嘛直播间那出去的小心心跟俺这说俺们就。直播间的出去的小心心啊，说的把白介上嘛去下。俺们俺的。他们群的这个不送的，我们送起个。我的。你多人不去砸钱多。肯定砸钱多几点哦？啊！呀，那没怕有戏，那没说饼干的在期间。俺们出啥这是个多饼干的？就干了你对我了。来，闭吧，谁票说谁闭嘴。哎呀，你这娃娃几多你妈的，旁边都是谁呀？你没真的都是对的。有没有新大哥加盟2个？把我给打一把的哥们们，多对的，聪明多好叫的，下了岗了，聪明的，我这是个。OK，黑色的对起前面去，我们都连个走，你没比过的没？有小票的话打。我们就买多的么拿过来的是吃的，大哥欢迎光临上去，干我也点多，俺那么近的，过去买，今年是小啊，哎呀，他对了，你们进去吧，要带我和他学习，你喝点来的，对吧？让我们罗拉不要吃东西。没事的，这个弄。惩罚。大家兄弟孩子过去的就是国产了不？我啥感觉个？我那啥感觉的？可那么的。今天的大哥这个绿沙他们是今天的，可看去的，可看这个是夹那个。那夹不是的。啊，那个继续的。是的，他继续的。去比价是几月啥？但这款是呢？哦，但这款是我们去比价月啥？比价月别多少那个？我出的，我这个我啥没？
香港人出来水干没？对了，那就是到底的。大哥这个票就给来啥咱们打车吧，咱不给没的，咱你这把猪个再几把球，徐大是追起来样子红。包的，咱没到底的。那个爬手那是咋的？他把这夹不中了。哦，我爬进过去完了，看去完了没啊？那就是到底了没？俺没说了啥情况，咋都还没给。这里小意思，你得不这个人见没得个没来知道？他讲多小意思，那知道，好不给？我这个俺情况的咋？俺觉得情况咋不的？俺我那会儿怕哦，你妈老子个徒弟出门情况咋？看那个把着，臭忙的东西是比较吃都有事，我咋没？俺就不学了，咱学哪个你看？俺先学的。看人这个，看人这个都生没得个，说他没啊？个人呀没，我会说你呀死他呀，我说，那个死他没？死他呀，那人呀死啊！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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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这吧，是吧？没滚去没？干这吧，学他没？咱不是么那就我咋叫我们就是这就俺咱就那这就谁给我？我就学他没了，俺个就俺自己快咋做嘛吧？那学他就是啊，也讲讲那个，那些是咋就那个你就皮不就是个？你就干没得过没？我都没去攀比，我每人都管化妆都写他没，我东西在里面，大家学没得个就是。干这啥就是？我把他你哦，但你有学了没？我有学是的。啊，看没没看了对下面，哦，俺就山南一个人多，山南一个山南一个山南一个，最下面山南一个不好，咱们就选。努力的多给接着就别以为说去说，一个都别去，没人叫讲几度。那你说是呀，你自己那呀，黑粉这有你都是这当啊。年八不是。哎呀，谢谢丹丹，丹丹他你，我们的，哪里对啊？这么多，这黑站多几门多哎！俺今天下你大家楼管这边直播效果这每日哎，瞧那过来把你给你准备我今天的多年是大爷，啊，去到里面，俺这直播间的女人们，去到没？去到，啥给你多一个吧？啊，瞧那说这姑妈给这点我来没？可能老总大哥大哥过来就，我说干了有买军的，瞧那拉我的多的嘛，多年节目那节目去，瞧那干过来。我多么个多的，我身材没，每年关键给个老人买，你看这每年我的这个啊。老人的干活多的嘛，少人的干活过日子个。大哥干活闲我睡不呗，直播间上没觉得买睡不呗。啊，这个几分吧，跟这吧。前面干。咱们几分钟？nhà ta kêu tại nhà mấy anh quan sự kia cả chơi rồi kìa 我怎么个多老板没？大哥哥，牙开的拉面，我最拿下我牙开的，我最大哥的白猪给。哇，我最拿下牙开的拉面牙开，别话我多的嘛，比我全个多。牙开的拉面牙开的不行，拉面牙开的，开呗。提前结束一次，好嘞，哦，你的这音乐。他都不这个人不接，不这个人不接过来，跟这接过来，这我也不接。啊，粉丝刚我掉出去。大赶紧把黄药给我们。我跟老总一对，其他一对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这你就给我打空子干了。好，上了个人呢？这，大概这个，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山南一个和拉萨一个。对。拉萨一个，拉萨一个。在心里。你要这样啊？你哪干嘛了？这怪姐，我的。上来，点名去。买点鸡肉鸡。来，派给他等过。等过来了吗？等过派给他。他要猪卡加油过来的。猪干啥的派去？赶紧。派给他去。退嘛说，我得退嘛说。我家猪出去了。他退了。我也在退。哎呀，那派给。这不能领快去。让你们知道啥？
拉萨一个，拉萨一个，闭麦盖卡的有没多？这大个没多贵，我想我个，没有两个我的2打6多，开心。来吧，家人们陪一个。还有没有一些小票家们？偷了钱特别妙，喝多了，亲爱的，他飞机可可了没了，俺幸福啊！他喝了这里比较幸福啥？该是我精明哥，该是我哥这把。OK 了，满满的热度，你莫出来一遍，一天天哇哇姐姐，就这样子，还没回去啊？谢谢，要最好的谢谢毕姐。来，老总你选吧。啊，你选吧先。你票多你选呀？你选吧，我谁都可以。几个字？好的哥，那我就么把那个胖哥团队放大呗？可以，那放大的没有哦。来把自己放大，兄弟。我嘛，直播间的没打开的，等我奶茶点没呢？这对奶茶，先让我选好不？兄弟。好兄弟，最好的。胖哥大徒弟呗？胖哥他的徒弟呗？不光等我那个呗，胖哥也了就哎。说当真的说多，不光等我那呀，对不对？不光等那个嘛的多大多。我那这个对的，当干来抓起多，我那呀给那做这个第二的嘛，说粉丝就可以把当真点等个上吧。行嘛啦，你读书就好等给票燃料之类的，你没比过的没？他对啊，我得看他记住的兄弟，不光等他比基里的，他胖哥。这站的不光这些女们就哎，比基尼的东亚也给，这光是形式的呗。哦，胖哥形式的呗，胖哥也随叫的呗。我那会儿多的嘛，胖哥也拉站的说是多，他们要的呗，地那了。他们干这要嘛的呗。啊，对吧？胖哥徒弟他们得要嘛的呗。这地那了没干这得要的。米西，啊！米西我的现在是。啊，米西旁边干了，旁边的这些拿了主要的。泡沫了。泡沫啊是呢？磨了。泡沫磨了哎。哦。妈的，越把这泡沫洗车，我做点比赛带好了呗。啊！说去打仗牛吧！对。快点出去，要不然我就给他引到床下。胖哥连水去。老师来了，我做点茶进来就是边多。可多少我姐姐？我妈的没地嘛钱的原呀，那有没到？呀，怕这出去，他把我的给他引到那些。真的。啊，那么就年训啊，训啥的，可你可不去。好呀。来拉没放的，你也学过拉没？欢迎我东方哥，欢迎哥，欢迎热烈欢迎哥，欢迎来到我们。胖哥来了不能开播哦，可是开播前嘛对吧？收手机来了。来，这个的
视频呢，当前去都放大起来的，主持人老板娘讲不进来。美丽放大器，讲别当时 KPI 多的么带的个。好，我们站起来。啊，这话说的。对了，传达了。俺多的么这个 TV 的说叫嘞。我操辣妹，上来那可是对路年起来是不都给打就个样子，可乐低就个，妈的没事情。直播间那吹吹机的，小星星啊刷去。你把小三道感觉给写个下去。如果那也用热气叫上的刷图么多个，强不看这些段俺那等过哎，没呢。等过哎，我那强不见你看那什么的。一点点娃娃的啊，5年没有的啊，那没唱不小。但他的主播钱差不多，得给这要钱，你要钱的得学习。对了，他主播钱差不多啊，他漂亮要多啊。唱不唱下去啊？跳个鱼呗，跳个鱼，鱼，球都不漏我都。我们我的过来，跳个鱼的鱼了过来。我呀，我见了边面，忙学到我记得，对对。对的，我们唱下去，我看真的。你说的。他半个动作跳个鱼了，但没事的。说起啊，吃大烧白面绷住，这给下线么样啊？我亚龙的，妈，说放大嘞。给去吃火锅，老总。吃火锅没火锅。那亚龙我们两个去吃火锅。那头没没？没吃中的。王姐，老总没吃中的。说放大叫的。啊，去那边。亚龙，跳个鱼呗。说没。没给听不着。吃那看的没死？没。看的没死？没。钓鱼呗。钓没。呀，来噻，大家选到，呢，那么叔叔见到，大家就说去那边，特别是那个呢。不要叫你进去，这个他们那个呢，都啥子这个，他们来在左右那个背这个，现在学我用的，不要在家伙他们这个，你知道咋的？你掉上就多好。我们常常去的穷人不努吃，努是姐姐直播间，要不要忙有不？俺们主要，那觉得多对，古董，那经常去路上的，干啥个？鸡蛋王是咋的？古董对他觉得，鸡蛋王是不是觉得呗？东国啥？他根本都不知道为啥。我这边没俺类似的话呢，我还没拍下那这个亲戚大个的拍下上，我们那边的票对，你不好的，但那这边啥感觉那样？那喜欢嘛是呀嘛，觉得俺无语吃几多的。我也等我他这个拍起来的这边酒店呢。啊，老大。老总，我忘记了嘞。我想不到。那无语亚龙大会用我学过语。我在亚龙大俺学过没呢？你。呀。咱这个的结束了，感觉他们。没时间，主要那个钱。大概是啥没？他通过他就是别人家里那个酒店呐，这里那个客人知道那把呀，知道哪知道呢？知道哪点的话，一定是酒店那去那个，通过他去那就预备打吧。他去到电农跟来对的这些，俺是去学的这些，古董哪个那去选的，知道的？老板那老板10几年吧，古董老选的2百米多高，一直知道的话，帮看些，帮成就在古董都选个，俺们是就这全老10几年做没有给，古董都选，看这块的。这都可爱的装饰，科技装嘛的。没事姐。那无语。刚别个但你们有啥个嘞？对，刚别个但你们都是做的了。老累不是？
你跟我在这吃了吗？全二呗。有嘞，啊，吃了吗？对，别人吃了吗？对说进度电池的话，去了他妈我家他们就觉得你直接可对去了。我在拉萨。这是打个飞机还是别的哩？对，哦，对噻，我打明我呢，我成都不干打，缺个月。俺就单独是缺个月单独打个飞机还是说出轨线下不我觉得的。关你屁事！你缺看看谁面哪里？缺个夜班是咋个？没事，他妈对说，我不打了姐 W 是什么？哦，M 姐我知道了，姐我知道了。咱姐不学没无语。啊，连三连连不对，都不就我，对吧？9点还没我俺了，大姐给他介绍去，王叔杨金那对的没看见，家里我们就是给他们对的没的，那别个别都他妈大个的。我那天是个电不顺了，我呢。最近不破防了，多管连着起我了，破防前女友嘛的。我都是吧。好了，我们中国奶茶面不占了，9点的枕头完了以后不敢了，干啥呢？枕头我录电脑这个球的。啊没嘞！想到真的还能那个样呀！大姐明白。